咱拢知影讲，这喙空癌的患者甲互会伤到的人，因的面容呢，拢会有一寡空喙，也是伤痕，这也互因较歹找头路。为着要照顾因的生活，这民间团体就伫咧家己成功的服务据点来开课，教因做手工的纱纹，希望讲因毋但会当增加收入，嘛会当增加自信。替长辈上课志愿大哥，正认真咧注意长辈做手工纱纹的过程。因是永康基金会的志工，嘛是因为喙孔癌，也是因为血小有去伤到面容的人。因伫基金会一档的培训了后，毋但开发手工纱纹的产品，嘛开始加入社区举办课。咱的面，若是变去，迄对咱一个人来讲是足大影响。但是因需要就是社会的参与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，袂使互人一个去用帮助的人，永远拢是留喺迄个去用帮助这个角色内底。因为疾病也是火烧烫着以外伤着面的人，除了影响因甲外人的交流以外，医疗复健的过程，嘛互因食头路无遐尔简单。永康基金会就甲新港共乐实地社区服务据点合作，开课教因功夫，嘛互大家互相陪伴。互咱遮还有的大哥甲咱的头大人，就是做一寡互动。其实今日咱互遮国家的一寡患者，就会当行入社区内底，而且看到因的功能，佮看到因佮有足价值的一个能力。算讲学了这个功夫，会当处理学校啊，也是迄个活动中心啊啥的教人做作文，感觉讲爱家己的人生，过了真快乐安尼。基金会表示，朋友的身体或者是皮肤无法度受到刺激，所以才会开始接触手工纱纹。因刷来的目标就是要来申请卖家己做的纱纹，配合身体状况来接受订单，希望豆豆改善朋友的生活，嘛会当鼓励拄着同款问题的人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